15分鐘嘅賽事完成咗之後，隨即我哋會有個頒獎典禮，請大家留步，跟住會有茶點招待大家。就集合晒所有嘅教職員同埋啲年青嘅新一代。柯士嘅同事攞咗罰球一射一彎，好似撞柱，原來係撞牆出界。係嗱，諗住逼再逼，點不知我食住你先，點不知都俾佢過咗，呢啲咪後生快咯。一射入波！係嗱，諗住逼再逼，點不知我食住你先，點不知都俾佢過咗，呢啲咪後。咧又係好緊張㗎啦，因為先入波先，一定好好睇嘅餘下嘅賽事，睇下點樣搓、點樣猜、點樣防守、點樣進攻，又嚟啦，吸，翻轉頭再射，哇！龍門都望一望，猜點樣防守、點樣進攻，又嚟啦，吸。龍門接晒，佢話上啦上啦上啦！有人埋嚟，跟住佢先接翻個波揼翻出嚟，跟住一交翻俾中路嘅守將，守將再推翻上去，再吸再轉，過咗一個再嚟，射唔射？再射啊！原來唔係，爭啲食咗驚風散。而家再嚟葵青嘅進攻，你唔好睇錯，原來葵青嘅進攻一射，哎呀一射咗咩啊？咪射咗空氣咯。呢個喂熱鍋上啲螞蟻啊，出面嘅同事，睇下先。諗住嚟個後抽，點不知又俾人打荷包，諗住過又過唔到，射唔射？唔射，再射唔射？又俾今日演出超水準嘅龍門，諗住嚟個後抽，點不知又俾人打荷包，諗住過又過唔到。今日演出超水準嘅龍門拖出咗啦。機會啊，黃金機會！睇而家仲有9分40秒，有咩板斧啊？輔警隊上年呢個賽事嘅冠軍應該如果冇記錯就應該係元朗嘅。咁今次咧元朗就喺呢個半準決賽嘅時間俾輔警。又係最好嘅朋友啦，咩啊？門柱啊，距離法定時間仲有8分7分58秒啦。大家喺度鬥得啦，體力上面要付出，又嚟啦，睇下點樣處理。場內好似嗰個波子場咁啊，波子機場，彈嚟彈去，彈嚟彈去。
你一腳我一腳射，龍門接住，接唔接？唔接，喺個禁區裏面混戰。哦，原來終於係葵青波反擊，3打2、3打1，球證會處理㗎啦。雖然大家都緊張，唔需要緊張嘅，慢慢睇，欣賞賽事。直射，龍門好輕易咁樣接咗呢啲波，跟住交翻出嚟。因為時間仲有6分鐘，我一個手榴彈掟去前面，個同事心口將咗個板擋住，諗住一踢，呢個機會嚟啦！可惜又俾人哋刪咗啦。今次點樣製造呢個攻勢咧？望一望，吸溫滔唔嚟，交翻後，再發板。睇一睇，交翻俾龍門。你個快嘅，俾人打咗荷包，再嚟，再推，2打1，得唔得？唔得。航空啊，4個上咗嚟射唔射？射，彈波子一挑，你個反擊，2個包一個跌咗，再嚟再推。又做鏟嘅攻勢啦，麻煩又孤單翻嚟啦，出。而家就又係熱波上嘅螞蟻，你急我唔急。接住龍門呢個時間嘅喺度拖延啦，但係球證喺度數緊4秒㗎啦。一擋咗出嚟，定啲嚟，我喺度，我交翻俾你，定啲嚟，我會翻去嘅。好啦，4打3，一射。好啦，4打3。哦，俾埋紅牌。就冇得坐，冇得留低，咁啊收工啦。佢又可以去換衫啦。不過我係有頒獎典禮，所以佢都唔換得3轉。哇，爭啲嘅呢球，爭少少。睇下呢個黃金1分40秒點樣去處理，點樣去捱啦？呢個葵青。搞唔搞掂？話搞掂，我都聽到好大聲話搞掂，原來搞唔掂。睇下呢球點樣啊？控球在腳，追唔追到？追到嘅呢個，好 fit 嘅呢個2號邊係心急啦。你睇下副警隊領隊啊許 Sir， 許 Sir 好心急啦，叉晒腰，睇下佢哋點樣咩葫蘆賣咩藥啊？戰術講咗啦，叫咗你唔好射啊嘛，交翻出嚟，猜翻空佢啊嘛。好緊張啊！許 Sir 呢個時間，最後40秒，時間一射，哎呀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本年度警察室內足球錦標賽2015冠軍隊伍，葵青警區亞軍。香港輔助警察隊頒獎儀式即